皇妃，上次你给我的那个胭脂可好用了，是什么牌子啊？啊，来了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一大早上哭哭啼啼的。臣妾们求皇后娘娘垂怜，许我们几个姐妹出嫁给皇上、皇后和皇祖母，送金祈福去。这一大早上呢，集体玩出家，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皇后娘娘的轮素旨是给我们几个妹妹万分周全的考虑，只是我们没有福气享受罢了。唉，该来的总是来了，看来这九妞啊是忍不能再忍了。我们姐妹几个想着，既然不能讨皇上欢心，还不如把位置让出来，好让皇上把那幽兰殿那种可心的人纳入宫中伺候。是啊，娘娘。行了行了，都别哭了，坐下吧，咱们有话慢慢说。你们想说的那些事儿，我早已经了解清楚。不过，现在你们能天天见到皇上，这不是比从前强多了吗？娘娘，能见到皇上虽是好的，但我们现在是人财两空啊！人财两空也罢了，最关键是夜不能眠，这哪叫人过的日子？就是情况棘手啊！靠，齐胜留下来的烂摊子，我凭什么给他收拾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啊，我好好想想。啊，娘娘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们个说法，那嫔妾们出嫁的心已决，还望娘娘成全。看来这不是真的想出家，哼，这是来威胁我的呀。那好吧，说法呀，啊，我是给不了的。我想说的只有一句话：皇上忙，啊，对大伙儿可能没有顾及到。如果你们实在想不开，非要出家，那我也不拦着。啊，玉梨，玉梨，娘娘，这怎么办？宝贝儿，去，让人到郊区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寺庙，最好是环境好的，僻静一点的，真的要去？没有什么人来往的。什么时候？现在，马上，立刻。那奴婢现在就去。嗯。哎呀，我这个绿篱啊，办事儿就是利索。我向姐妹们保证，不到半个月就让你们搬进去。